你好，我係 Doris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5年11月17日至2025年11月21日嘅香港資金流分析。以下資訊係由彭偉新提供。2025年11月21號，恒生指數收報25,220點，全星期急挫1352點，跌幅5.1%，高低波幅達到1353點，顯示市場震盪相當劇烈。喺競價時段，資金流出現明顯分化，開市段錄得111.6億港元淨流出，但收市段就有217.1億港元淨流入，兩者相抵之後，全星期仍然錄得105.5億港元淨流入。不過，相比前一星期有164.6億流入，減少咗59.1億，亦較過去5星期平均嘅153.7億減少48.3億，跌幅達31.4%，顯示資金追捧力度明顯減弱，市場情緒由進取轉向謹慎。喺恒指80隻成分股裏面，只有3隻錄得升幅，77隻下跌，升跌比去到1:25.7，情況相當慘烈。超過40%股份跌幅超過5%，整體明顯偏弱。升幅最大嘅中通快遞都只係升2.2%，跌幅最大嘅領展房產基金就暴跌15.1%，反映資金大舉離場。不過，資金流向卻出現矛盾嘅信號，80隻股份錄得淨流入，只有8隻流出。流入金額227.22億對流出118.27億，比例接近2:1。騰訊單一股份吸金35.9億，招商銀行19.1億最為突出。但最大10隻流入股同最大10隻流出股喺競價時段嘅資金幾乎係1:1.04，顯示大戶喺尾市一邊搶籌，同時亦有主力喺競價時段大力出貨。技術分區方面，只有2.4%股份處於強勢區，有39%已跌入弱勢區，成分股結構性轉弱相當明顯。國企指數同期下跌5.1%至8,920點，但資金流向就逆勢轉強。全星期開市段微微流入1.2億，收市段大幅流入173.8億，總計淨流入175億港元，不單止較前一星期增加35億，亦較過去5星期平均嘅115.8億大幅增加59.2億，增幅高達51.1%，成為三大指數裏面唯一資金流入加速嘅板塊。呢個情況顯示，喺恒指同科技股普遍遭到拋售之際，內地資金或者南下資金正積極撈底國企股，成為市場唯一亮點。科技指數就係表現最差嘅板塊，全星期重挫7.2%至5,395點，跌幅遠超過大市。開市段淨流出22.3億，雖然收市段仍然有124.8億流入，總計淨流入102.5億，但較前一星期減少咗3.6億。雖然比起過去5星期平均仍然增加18.7%，但增幅已經大幅收窄，反映科技股嘅熱錢開始降溫。綜合三大指數嚟睇，表面雖然仍然錄得資金淨流入，但流入速度全面放緩，配合股價大跌同成分股大面積轉弱，顯示市場而家正處於價跌量縮嘅調整中期。短期反彈需要等資金流向出現更加明確嘅轉強信號先有機會出現。